近排天氣咧真係又濕又熱，你分唔分辨到咧？到底就係天氣好熱，我頂唔順啦，定還是我真係中暑，又有啲咩症狀咧？好似我今日一朝早咧就落去射下籃啦，諗住點知咧冇樹蔭嘅情況底下，執下波射下波咧就已經全身濕晒，出現輕度中暑嘅情況，身體就好熱啦，係咁出汗，而且啲皮膚咧係又濕又凍嘅，甚至咧凍到你好似有少少起雞皮啊，啲毛孔打開晒嘅感覺。隨之而嚟咧就覺得好似上氣唔接下氣，有啲暈暈地，甚至有啲想嘔，個心咧仲跳到噗噗噗噗好快嘅。隨住你嘅溫度高咧，反而咧你仲流唔到汗，啲皮膚咧就開始變得又乾啦又紅，下一步咧你就會兩眼發黑就暈低噶啦。咁啊嚴重嘅情況咧，呢啲係可以暈低之後咧，再有失禁、器官衰竭啊，甚至會死㗎。咁所以咧，如果真係好酷熱嘅天氣咧，大家就要盡量避免咧喺室外停留咁耐啦，同埋一定要補充足夠嘅水分啊。一般年青人啊，氣血好啲嘅人咧，可能幾個鐘咧就可以恢復返，但係有啲人咧就可能1-2日先可以恢復到㗎。